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。如果經歷咗一啲冇人可以理解，又暫時冇辦法被科學完全解釋嘅事情，你會點樣面對呢？書入面提到，好多體驗者返嚟之後，都會面對一個好大嘅挑戰，點樣同人分享自己嘅經歷呢？好多人第一次嘗試同身邊嘅人講起自己瀕死體驗嘅時候，換嚟嘅係懷疑、嘲笑，或者係你發夢啫，你產生幻覺呢類嘅回應。於是好多人選擇沉默，將呢份深刻嘅經歷默默藏喺心底。但係穆迪博士亦記錄咗部分能夠成為佐證嘅個案，有啲體驗者喺靈魂離體嘅狀態下，準確描述出當時手術室外，甚至係醫院走廊所發生嘅事情，而呢啲細節後嚟都被在場嘅醫護或者家屬證實係準確無誤。呢啲獲得證實嘅感知個案，為瀕死體驗提供咗好強嘅客觀依據。穆迪博士並冇迴避科學能否解釋呢啲現象嘅質疑。喺書入面，佢好開放咁列舉咗各種有可能嘅解釋範疇，包括藥理學、生理學、神經醫學以及心理學。佢承認某啲元素確實可以用生理或者心理機制去解釋，但係佢亦清楚指出，有啲現象，例如剛才提到嘅佐證個案，現有嘅科學理論依然好難完全解釋。佢主張用開放嘅角度去審視，對各種科學觀點都保持尊重，但係絕對唔會輕易下結論。科學同靈魂，或者只係用唔同嘅語言描述緊同一個真相。